頂日啊，主計總處公布2025年家庭收支調查，新竹縣市每一戶舊年平均的收入超過200萬。另外，全台灣家庭平均會當支配所得121萬，嘛創下歷史以來上界懸的紀錄。其中啊，在新竹市嘛以160.4萬摕到第一名。新竹高鐵站附近攏是新起的大樓，而且一棟比一棟閣較水，邊也有真儕建商的廣告。根據主計總處頂禮拜公布上新的2025年家庭收支調查，去年新竹縣市每一戶平均年所得收入超過200萬。雖然聽看起實在讓人真興奮，不過一般民眾講，迄應該是在科學園區上班才有的薪水。新竹縣市它太多高收入的工程師啦，那其實一般民眾根本沒有那麼高的收入啊。因為科學園區員工有配股了哈，那一般的老百姓。因為沒有配股，所以一般老百姓還好了，應該沒到那麼多了。新竹縣市消費蠻高的了，比如一般看吃滷肉飯就好了，一碗現在要上百，跟一般的便當雞腿便當也要130了。另外，根據統計，去年全台灣家庭會當支配所得平均是121萬，比2024年增加3.9%，創下歷史新高。那以縣市來看，前兩名同款是新竹縣加新竹市。這份成績不只是數字亮眼，更是新竹市民努力與產業發展成果的展現。未來將持續拼經濟、拼產業、拼宜居，讓經濟發展成果真正回饋市民，讓新竹不只是所得高，更是一座年輕人願意留下、家庭安心成家、企業願意投資的幸福城市。也有新竹的民眾是認為，新竹這個家庭收入懸，除了讓新竹縣市的物價比其他縣市更加懸，也去懸附近新厝的介紹。雖然講在新竹科學園區上班薪水懸，但是要在這生活、要買厝，相對也是負擔較大的開銷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